以前的从中国历史开始讲，后来变成台湾历史开始讲，这个88年的嘞。中国上古历史、古代历史参考资料教师手册。
以前的历史第一册，国中第一册教中国历史，后来教台湾史，跟政党轮替有关系耶。参考书目，参考书目了。吴乐成、许卓颖、张应麟。教师手册。电力不太够了。遇到电力不太够。民国88年的教师手册，国中历史第一册竟然是本国历史呢。88年的时候是从本国历史开始上课，后来变成台湾历史，变台湾史，认识台湾，开始上呢。这可能跟政党轮替造成变化。
这民国88年的教师手册了，中国上古史、古代历史。到底可以直播多久啊？在粉丝1000多人的时候，某天晚上才发现可以直播了呢。在粉丝3000多人的时候，某天才发现可以上传5分钟上线的影片哦。之前是最早15秒，后来是1分钟1分钟，然后后来3分钟，然后最近已经可以5分钟的影片了。核桃包住那个核桃仁那一层薄膜，竟然是一中药呢，叫分心木呢。上课不要分心哦，那分心2个字，木头的木，分心木。好像说要4克呢，4克可能很多了。加上苹果切片，苹果皮洗干净，不要削掉啊。苹果的籽有氰胺酸有毒哦，不能吃哦。苹果的籽那个要去除掉了啊。苹果含皮切片，红枣洗干净和那个种子尖尖长长的，吃到会刺到，危险，要去掉那个红枣的种子哦。红枣切片，苹果、红枣、分心木再加那个山药皮也要削掉，切片，再加4碗的清水煮汤啊。先用大火烧开，然后用小火煮20分钟，然后那个汤早晚都可以喝，改善失眠呢。改善失眠呢，还有说改善晕车的话，泡那个干燥的山药叫淮山呢。黄河、淮河流域那个黄淮平原那个淮山地同胞那个淮山，中药行买那个淮山山药干燥的叫淮山泡热开水喝，改善晕车了，改善晕车。这是网络 YouTube 影片看到的了，改善哦，不能说有什么药效，只能说帮助了，改善了。那我参考书目呢？参考书目呢？
这以前国中第一册啊是中国历史教师手册，这是教师手册。最后还有参考书目。汉代的科技已经不错了，汉唐是盛世。参考书目不错了啊。教师手册的内容，是参考资料。参考资料。民国88年出版的本国历史第一册国中的第一册历史，这个是教师手册。补充资料、参考资料不错，参考书目也不错啊。魏晋南北朝了。梁武帝被尊称为菩萨皇帝那个还有因果故事梁武帝跟火景之间有因果故事
前世说是那个猴子跟那个出家人的故事嘞。猴子更浅更早。蚯蚓跟那个蚯蚓跟出家人的故事了。那个猴子啊跟樵夫的故事了。然后是梁武帝跟侯景的故事。猴子转世做侯景，樵夫转世做梁武帝的。你看这个有因果故事。樵夫饿死了猴子，后来梁武帝被侯景造反困死，也是饿死。哎呀，参考书目呢。本国历史教师手册，民国88年办了。你看那个时候，国中历史第一册教本国历史，后来可能政党轮替以后改成先上台湾历史了。这个是88年的，民国88年出版的。你看国中第一册上古历史，中国历史。跟政党轮替有关系啊，变成这个教育制度政策的改变了。教育政策改变，你看。参考资料不错了。还有那个参考书目参考书目，你看，隋唐五代史，唐朝的历史。汉服啦，汉仪啦，然后唐人街啦，唐装啦，服装那个装唐装，汉服唐装，汉仪汉文，唐人街。
补充资料不错呢，这内容很丰富啊。本国历史参考资料，80年代后期，国中历史第一册本国历史教师手册，88年出版的呢。后来先上台湾历史了，这牵涉到政党轮替以后教育政策的变化。参考书目呢？你看，参考书目内容丰富，各节的都有参考书目。这教师手册就很厚的一本呢，很多内容呢。